讲到洪都拉斯2023年含台湾断交了后，因的白虾产业受到真严重的打击。这洪都拉斯11月就要举行大选咯，就这在野党的这总统参选人提出，希望会当含台湾恢复邦交。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日是表示欢迎，不过有教授是认为讲含台湾恢复邦交的目的，应该不只是为着这白虾产业，这背后恐惊有其他的项目伫遐做拍算。 洪都拉斯今年3月甲咱国断交了后，越头就甲中国建交，原底想要对中国出口白虾，想要到2年以来出口量煞大落超过6成。那洪都拉斯外交部长4月初捌表示过，希望转来台湾市场，甚至有在野党总统参选人，也就是洪都拉斯前副总统纳斯拉亚发出希望甲台湾重建外交关系。外交部是不是有掌握到相关的这个情势？当然，我们这是就是欢迎。 现在他们的外交部长他知道国内的经济局势出问题了，说想要回头拜托跟台湾是不是能够重启经贸？从这个白虾这个事情可以看到，说是我们帮忙洪都拉斯发展起来的，他这个有点忘恩负义啊，结果伤了他们的人民，然后中国答应了都跳票，而且还倾销。 2023年，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主导甲台湾断交，希望借中国的投资甲市场扩大白虾出口。不过，根据洪都拉斯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洪都拉斯对中国的出口额是3590万美金，中国对洪都拉斯的出口额是25.5亿美金，贸易逆差超过25亿美金。严重的贸易逆差冲击到当地中小企业甲整体经济。中国到今白虾采买量拢比原底预期差真济，但是学者认为讲洪都拉斯袂因为一个白虾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。 要复交恐惊无遐乐观。其实中国大陆跟每一个国家的都是一样，包含美国，对不对？因为洪都拉斯没有东西可以输入外销给中国大陆啊，除了咖啡，吃这个鱼，其他怎么输入？那中国大陆有很多轻工业产品呢，当然是比较便宜。所以说，几乎拉丁美洲国家每一个国家的进口的排名前3名。 都是中国拿，像复交，那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啊，几乎是0。学者提起讲，复交的背后恐惊厂搁较侪条件限制。原来林佳龙市中心强调讲，会甲即马有的邦交国关系做好好，以南美洲友邦巴拉圭等国来做例，强调透过英邦计划稳定关系。四边的国家若想要甲台湾建交、恢复邦交，这就是计划发挥的效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